而家咧開針咧就可以織第一行啦。第一個咧係低針，但第一針無論高針定低針都好，都係撩咗佢嘅。好啦，第二針高針，呢度有一點嘅高針一粒嘅。OK， 咁咧我哋就首先畫條線上去啦，由下面篤上去，繞一圈，吞翻支針出嚟。好啦，下一個低針，將條線畫翻落去，篤落去，照樣翹條線，吐翻出嚟。下一針再嚟多次高針，畫條線上去，下面篤上去，繞一圈，出翻嚟。跟住係低針，畫翻條線落去，篤落去，如此類推。OK， 咁樣完成一行啦。下一行反轉，第一針係高針，但係正如頭先所講，第一針無論高針好低針好都係唔織嘅，撩咗佢。第二針低針冇一粒嘅，所以唔需要將條線畫上去，照織。第三針高針，畫條線上去，織上去，如此類推都係咁織啦，識㗎啦你，大家加油！